其實我就唔太中意一番賞嘅，因為佢助長咗炒風啊。不過為咗愛呢，我只能夠食炒價啦。冇錯，今日玩具開箱片嘅主角，當然又係我嘅最愛，戀上換裝娃娃嘅喜多川海夢。大家好，又係我香口膠。今日要開箱嘅係喜多川海夢 Art Scale Memoria， 佢係由 Bandai Namco 旗下嘅 Bandai Spirits 出產嘅，屬於一番賞系列。發售日期係2026年嘅2月12號。咁一抽嘅價錢呢係890 yen 嘅，而呢個喜多川海夢 Art Scale Memoria 呢係 Last One 賞，只要抽走一個 box 裏面最後嗰一張抽獎券呢就可以得到噶啦。而一個 box 呢係有60抽嘅，如果個店家呢俾成 box 咁樣買呢，需要53,400 yen 就可以得到。咁呢個盒嘅體積都幾大啊，高34 cm， 闊20 cm。盒嘅正面同埋左右兩面呢都印咗呢個產品嘅相嘅。個盒嘅厚度就係19 cm。打開個盒睇下裏面有嘅嘢啦，裏面嘅嘢就唔係好多嘅啫，就係得喜多川海夢嘅本體，同埋一支朱古力棒。將朱古力棒有朱古力嗰一端呢放喺喜多川個嘴裏面啦，佢係有分上下嘅，比較幼嗰邊呢就係下面，咁樣就組裝完成噶啦。呢個喜多川海夢 Art Scale Memoria 大約高18 cm， 雖然佢個盒呢係幾大嘅，但係產品嘅實際體積呢其實就比我想象中細嘅。佢係一個空像嚟嘅，比例就應該係1:3。喜多川就更換咗冬季嘅校服啦，櫻桃小嘴裏面就咬住一支朱古力棒。呢個場景嘅造型呢係出自於漫畫嘅第44集，動畫第2季嘅第1集。當時喜多川同埋五條君就喺後樓梯度睇動畫啦，討論緊下一套 cosplay 嘅衫。呢個時候喜多川就為咗整蠱五條君啊，邀請佢玩呢個 Pocket Game。不過我想講嘅係呢，呢次好似已經係喜多川最後一次整蠱五條君啦。之後喜多川就暈船得越嚟越犀利啊，五條君就算冇做啲咩呢，佢都不攻自破。喜多川係一個高攻低防嘅女孩子，真係要好好珍惜呢個攻勢依然好強勁嘅喜多川啊！我哋近距離睇下喜多川海夢嘅面容啦，呢個整蠱人嘅表情真係好迷人，邊個可以抗拒呢種誘惑呢？因為空像嘅體積就比較大啦，五官都做得好立體、好標緻嘅。寶紅色嘅雙眼就畫得好靚，面頰就畫咗一啲紅線嚟模擬翻微微泛紅嘅效果啦。如果再油上紅暈嘅話呢，效果應該會更加好啊。嘴唇採用咗反光顏料，令佢顯得更加水潤嘅。不過我個人認為呢，佢選用嘅粉紅色就有啲淺淡，紅潤一啲會更加好。佢又好好咁樣重現翻喜多川相耳嘅耳環，不過呢就有一啲啲上色唔完整或者出界嘅。喺體積大嘅情況下呢，呢種瑕疵係幾明顯噶。頭髮方面啦，佢喺陰影嘅部分就油上咗淡淡嘅粉紅色，效果係幾唔錯嘅。不過可以見到呢，邊緣位置就殘留咗一啲啲膠粒，接駁嘅位呢都有一啲啲膠水嘅痕跡啊。呢啲都係呢一般景品時常出現嘅問題嚟嘅。喺頭頂度睇，喜多川嘅頭髮呢係做得幾立體嘅，形態都做得相當自然。不過件與件之間嘅接駁痕呢係幾明顯嘅，有少少影響到觀感。另外偶爾會發現幾條唔自然嘅凸紋嘅，呢啲瑕疵呢都係喺景品上經常遇到嘅。喜多川嘅頭髮係金黃色，髮尾漸變成粉紅色。呢個空像嘅上色漸變效果呢做得唔錯嘅。不過同樣地啦，髮腳嘅邊緣位置亦都出現咗殘留一啲啲膠粒嘅問題啊。雖然咁講啦，正面睇嘅話呢，其中一邊頭髮嘅髮腳呢係有啲上色唔均勻嘅，唔知係咪淨係得我唔好彩啦？咁啱收到有呢個瑕疵嘅貨品，呢個地方呢都扣我少少分嘅。喜多川嘅校服同埋毛衣呢都做得幾逼真嘅，毛衣領上面呢就雕刻咗針織嘅紋理。雖然毛衣上面都出現咗頭先我所講嘅景品問題同埋瑕疵啦，不過因為佢係黑色嘅，所以瑕疵呢就唔係話太過明顯。呢個空像嘅底座係白色圓形嘅，上面有一啲類似雲狀嘅物體連接住喜多川嘅上半身。
我哋將呢個喜多川空像同埋其他喜多川嘅 figure 做體積上嘅比較啦。畫面右手邊着住 Baby Doll 服裝嘅呢係1:7，而左手邊 cosplay 咗莉茲嘅比例係1:6。目測可見啦，空像個頭嘅高度呢大約係1:6嗰個 figure 嘅2倍，所以呢個空像嘅比例呢應該係1:3冇錯噶啦。最後都同1:4嘅兔女郎喜多川做一做體積上嘅比較啦。今日有關喜多川海夢 Art Scale Memory Year 嘅開箱片就嚟到呢一度先啦。總括而言，呢個空像呢就做得好靚嘅，佢對 Pocket Game 呢個場景嘅還原度非常高，但係肉眼可見嘅瑕疵都有唔少嘅，品質可以話係景品之上 figure 美滿，所以同佢嘅價格呢係唔合乎正比嘅。喺日本有個非正式嘅統計啦，呢個喜多川海夢 Art Scale Memory Year 嘅平均炒價呢係37,000 yen。我喺二手買賣平台買嗰陣呢，就比呢個價錢低少少嘅。本身我以為我太過衝動買得太貴啦，後嚟我就發現佢嘅定價就越嚟越高嘅。我大約拍呢條片嗰陣呢，佢先至開始有下降嘅跡象，所以都係嗰一句啦，我就唔太中意一番賞嘅。但係 Pocket Game 呢個場景呢，喺戀上換裝娃娃裏面實在太經典啦，我係冇可能唔買嘅。我唔知道喺日本實體店嘅情況係點啦，個人認為呢，一番賞 online 嘅機制係幾弱智嘅。喺一番賞 online 一個 box 都係60抽嘅，咁你要排隊入啦，每次最多30抽。有啲契弟呢，抽咗10幾抽之後呢，就離開咗啦，咁嗰個 box 基本上就唔會再有人抽嘅，因為假設如果我呢個時候再嚟30抽嘅話呢，變相下一個排隊嘅人呢，就肯定會得到 last one 賞，冇人咁蠢會益第二個啊！就算真係咁好彩俾我包到 last one 賞啦，到時我又得到一大堆細賞呢，就唔知放邊度好嘅。經過衡量之後呢，我就決定食炒價。而家畫面左手邊嘅喜多川海夢16夜阿里沙 version 呢，都係屬於今次一番賞，佢係 A 賞嚟嘅。我係連同個 last one 賞一次過買嘅，不過暫時呢，我就冇時間去拍更多開箱片啦。呢個喜多川海夢 Art Scale Memory Year 呢，我等佢到咗貨之後都拖到而家先拍啊。而且我都有更多喜多川嘅 figure 就嚟到貨啦，要再揀選拍邊一個啊？平時喜多川開箱片嘅結尾呢，多數我會講下戀上換裝娃娃嘅內容嘅，不過今次我就花咗大篇幅去訴說我對一番賞嘅感受，所以就講住咁多先啦。咁今日呢條片就嚟到呢一度先啦，嚟緊我會拍更多玩具嘅開箱片，中意嘅就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另外大家記得 follow 我嘅 IG， 我係香口 Carl，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